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今日下晡有一个查甫人拿刀走去学界派出所要攻击警察，就被警察给开13枪，嫌犯送病抢救，目前无生命危险。台警察的风波目前明德外一家的典局长先调一调查，另外法务部长强调，若准法律逃脱，一个假假一定2点钟内报请检方法部通缉。美国参议员布雷波恩昨报名到台湾访问，另外外国媒体报道讲，美国9月可能会卖军事武器给台湾。伫咧前几天台南发生一台警察的社会事件，想袂到今仔下晡3点外，有一个查甫人拿刀走入去台南客家分局退港派出所，要伤害警察。这个查甫人出入去派出所，情绪是真激动，佮拿刀要掠警察。本地警察是对天开枪，要甲伊吓惊，说是无都甲伊压落来，就被警察甲这查甫人开13枪，是拍到骹手也佮腹肚。经过抢救，一个嫌犯目前是无生命危险。画面内底，这个穿水蓝色短裤仔来的查甫人，手举2支菜刀，一直向警察行过来。边仔还佫有骑车经过的民众。2日下晡3点外，台南一个查甫人去客家提港派出所，伊先甲值班的警察讲，要找一个仔冷气。了后，因为怨叹因朋友去互警方掠着食酒塞车，是愈讲愈激动，就为落地啊，甲菜刀夹出来，而且离迄个警察是愈来愈晚。非常的紧张，我觉得我的生命遭受到威胁。他已经往我身上砍，我只印象中他喊的说：“你是打不过我的。”去互这个查甫人拿刀安尼喐，警察有先向空中开枪，在过程当中拢总开13枪，尾手总算把这个查甫人用手铐铐起来。这个嫌犯的支付表示，伊敢若知影这个查甫人甲因朋友当地啉酒，尾下发生的代志伊都唔知影。我在困，差不多我完全拢唔知影。伊本来就头壳。酒啉了就袂正常啦。唯有请大家支持我们大胆正确的使用警戒，才能够提升我们的安全，提升我们的士气。学甲分局李金安同仁的表现非常值得我们肯定，所以我们给他行政奖励。彭永玲强调讲，在遵守警械使用条例规定的情形之下，是绝对鼓励当人大胆正确来使用警械。落尾若是面对当事人的诉讼，还佫有请求赔偿，拢会是警察局这边来负责，袂互当人烦恼。现在这个嫌犯目前已经送去基美病院治疗，生命现象稳定。记者综合报道。顺治警察杜炳胜的家属即期，这明德外一家的典局长有伫咧抹骗，伊也批评司法机关，敢若会晓讲一寡好听话尔尔。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会查明真相，也看啥人爱来打责任。目前先甲这典局长调职以外，也会请台南地检署交报告。家属目前是无搁再做回应。蔡清祥暗头也去到台南殡仪馆念香慰问家属。因若讲到这个台视警察的嫌犯，离世去台南看守所了后，因为犯着重大案件，目前是一人关一间，无人去甲伊探视。民德外役监典狱长要调离现职，静候调查。那有关迟延通缉的部分呢，台南地检署提出报告，来检讨原因。孙一个警察涂明成因家属是真生气，批评法务部甲矫正署等等的司法机关是伤过官僚，甚至讲明德外一家的典局长杜聪等是双面刀鬼，讲白菜敢若为着保家己的工课。法务部大动作，先甲杜聪等调职，再佫要求相关单位做调查追究责任。法务部强调讲有检讨甲改善的措施，毋是凊彩忽忽的。不过家属就无搁回应。孙一警察的告别式会伫9月初5早起举行。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玲有去慰问家属。我们也做了一个律定比如说这个交通稽查又是兼守望勤务又是兼这个防抢勤务，那我们防抢勤务要带枪。彭永玲讲，孙一个警察被白白牺牲，该改进的制度会改善。针对有嫌犯的口卡流出去，嘛会追究到底。因若这个姓林的嫌犯，2日下晡就送去台南看守所，因为涉嫌犯重罪，所以安排去个人房。虽然无去用禁检，不过嘛无人去探视。目前编号是0199，状况很正常。毒机房没有其他人陪他，因为他是属于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这2个警察的命案是互大家真惊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嘛，伫人面册铺文，讲伊嘛是警察的亲人，伊理解家属的心痛，下两边各捐500万去募款的专户。因若伊嘛提出放任警察用枪的时机。
还有诉安外役监的管理甲执行死刑3个建议。最后讲到内政部长徐国勇甲法务部长蔡清祥2个人拢有责任，要求因都要落台。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发生这嫌犯杀死警察的事件，引起社会关注。法务部长蔡清祥亲身回应，若准犯人脱逃，家家爱伫2点钟内报请检方发布通缉，也邀请专家学者来研究外役加强条例修正，包含有关遴选标准、甲重大暴力犯罪排除等等的方向。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爱修法就爱修法，爱检讨就检讨，而且爱用国家的公权力来支持警察的进步。台南台警案引起外界关心外役监制度新规定，法务部长蔡清祥2日亲上火线回应，针对外役监脱逃，即先告警署调查，若是无立刻通缉的问题，下令高检署查明台南地检署的延误问题，也甲责任归属。除了严加督导考核外役监转厝探亲，透过事前的追踪，若是受养人脱逃，要求监所立刻通知警方协寻，发布通缉的时间马做修正。我们要求所有的监所一发生脱逃的事件要立即请警方来协寻，并且在2个小时内要报请检察机关发布通缉。另外，法务部要求专家学者研究外役监条例修正，目前修法方向包括提高遴选条件、强化在监考核、明确遴选条件、排除重大暴力犯罪。不过，对于重大暴力犯罪，法务部到今嘛无明确定义。应该修法就要修法，我们要用国家的公权力来支持警察执行勤务，也希望整个国人同胞多做警察的后盾。苏贞昌表示，为境还使用通缉的公告到外役监条例等，该修法的都爱修法，该检讨的都爱检讨，要用国家公权力支持警察勤务。若是监察委员林国明要申请主动调查，确认法务部校正署甲公务人员是不是有违失不当事项。大方向我赞成比较严一点。但以前7天也没讲，也没有通缉，但也搞不成2个小时，可不可行？恐怕法务部要进一步研议。外役监条例在处理所谓外役监的这些人犯的时候呢，怎么样把它执行面做好一点，让外界的人更宽心。国民党团认为，发布通缉的时间会当搁缩短，也指控外役监条例，互累犯也当申请外役监，呼吁调查政党再次修法。老世峰指出，台南台警察的案件显示执法单位确实有疏失，需要检讨。若是外役监制度，民进党团后一个会期会全面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参议员布雷波恩昨半暝到台湾，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届来台访问的美国国会访问团。布雷波恩搁伫咧 Twitter 顶头用华语写讲，阮袂接受霸凌，这当然是要写予中国看的。再去以后去见总统蔡英文，双方有讲到台美经贸合作议题。蔡英文也表示，受到威权主义的威胁，民主国家更加爱团结合作。美国参议员布雷波恩是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了后，8月第3摆来访的国会议员，伊更加特别以中文伫推特顶边表示访问台湾，是为了向北京传达阮袂接受欺负的信息。布雷波恩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也捌伫国会提出多项友台法案，这是伊在2008年了后，佮在访问台湾，伫甲总统蔡英文会面。We have loving freedom, loving democracy, and it is important indeed that freedom-loving nations support Taiwan as they seek to preserve their independence and their freedom. 布雷波恩是电纳西州参议员，也向总统当面来表达，电纳西的制造业挖苦半导体产业，促向要来加强美台合作。总统蔡英文也希望用进一步用力印台经济架构。中国持续进行长时间的军演，都显示出威权主义国家对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干扰以及威胁。民主国家更应该团结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防线。总统蔡英文表示，最近美国连续访问台湾，这温暖的行动加坚定的支持，拢搁在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布雷波恩下晡以开辟一条摆脱中国主导的道路为题发表演说，更加伫推特发布家记录的影片来支持台湾。Here in Taipei,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meetings today with our security defense team, our foreign ministry team. 对着中国可能抗议，美国国务院搁再讲，议员访问台湾符合中国长年以来一中的政策，美国会继续依照政策来支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两化情势当咧紧张，外国媒体路透社也报道讲，美国会伫咧9月宣布，搁再新卖一批军事武器予台湾，代表美国支持台湾无受到中国影响。不过有专家认为讲，拜登政府最近卖予台湾的军事武器是依持台湾现有的战力，若准是要增强，恐惊是无啥帮助。因为咱的国防部就要替陆军积极来争取新式的火炮。 美国真关心台海局势，除了有高美军的继续经过台海，路透社讲，美国未来几礼拜也是几个月会宣布对台军售，相信一波的军售会在9月，展现美国无受中国军演的影响，维持台湾现有军事系统甲满足基有订单，可能为咱枪炮弹药，临时武器。 国防部都会在美方正式进行知会国会阶段的时候及时的向国人说明。 那消息将是拜登政府第6摆对台军售，过去5摆军售，头一批军售是 M1洞9A6自走炮，也个美国后来表示交会延迟，国军该采买海马斯多管火箭。美国后来提供爱国者飞弹、工程昆布技术支援，加上海军舰艇、零附件甲相关的技术支援，也个有陆军车兵甲建材零附件。专家分析，拜登政府目的是维持国军现有战力，像是 AGM-158飞弹，但无美方的点头，陆军火炮也停伫离线的时期。 对着反定流作战也是一个问题。多管火箭跟榴炮是2个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那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陆军的炮兵部分的武器装备，大家几乎都是2次大战以后到现在，其实使用非常老旧的一个武器装备。那要汰旧换新，比如说我们讲海军的 MH-60R 直升机来讲，都是被美方说用各种理由拒绝。 另外，国防部上新采购发表公告显示，台美已经签署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乌鹰直升机航载加弹药零件的采购合约，合约是6年，金额13亿6464万，被解读是确保稳定直升机的后勤供应。对此陆军回应，此外已经在利用这批加美方的军售无关系。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如果执迷于挟洋自重、谋独挑衅，不悔改、不收手。 我们将继续以行动说话，坚决予以反制。中国对2日开始连续2天伫福建的沿海展开军演，讲这是政治举动，也批评美国是西人加接触者，指控日本增加防卫的预算，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丧，日本政府按算9月27日伫东京的日本武道馆举行，经费爱开2亿5千万日票。咱的外交部表示，已经接到日本政府的通知啊。根据到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经通知195个邦交国会举办安倍晋三的国丧。目前知影，美国政府会由副总统贺锦丽代表出席，另外印度总理莫迪、德国前总理梅克尔也让意愿参加。外交团出席者可能会达到1000人。咱的外交部也表示，已经收到日本政府通知，出席的人选目前还搁伫咧规划。 所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地方选举的选战。进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有讲，而且完成这市政工作了后，就会辞职参选。台北城市博览会也互看作是郭文哲和黄珊珊的毕业典礼。因若讲到这选战这部分，进前蒋万安有提出要件政策，出去互批评讲这分钱唔是唯一的办法。不过这蒋万安也回应讲，这投资后一代就是投资台北。 2, 1, welcome！ 双手展开代表欢迎的意思。台北城市博览会27日要正式举行，因为进前副市长黄珊珊捌讲，第27完成市政工作了后请辞，所以城博会互人当作是郭文哲甲黄珊珊的毕业典。对，每一天都要把最后的工作做好。全国是我主导的工作，在它开幕之后，我就从事最专心的工作，所以这是必要完成的工作。 任何市民都可以来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讲会去城博会看展，不过目前无受到邀请。针对蒋万安提出的优质政策，2党拢同齐批评，发钱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体育的政策是好的，不过就如同黄副市长讲的哈，只有钱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哈，还有一个供给面的问题、公平性的问题。过去这8年，柯市长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法？面对生育、养育、教育，台北市政府就是要用最大的资源
这不是无意的花钱，投资下一代就是投资台北。由于政策互人质疑，周万安应讲，台北市伫过去8年人口流失是6都内底上严重的，厝价真悬，需要中央政策解决。台北市政府是应该尽力减轻民众唔敢生、唔敢饲的这个负担，唔是无意义开钱。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煞，咱来看台中，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挑战现任的市长罗秀燕。今早起，蔡其昌已经透过代表完成听表，下晡总统蔡英文要去到台中替蔡其昌下台。蔡其昌表示，未来蔡总统会定定来，也搁再批评这市长罗秀燕拢无重大建设。不过罗秀燕表示，上班时间无要讲选举，会拼市政，互民众有感觉。总统蔡英文来台中参拜公庙，连地书嘛特别打一了边蔡其昌的景感。蔡英文专程来台中，都是为了替准备挑战台中市长大位的蔡其昌全力攸关声势。对中央政府来讲，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地方政府来给我们有效的执行我们政府的预算，好人民感受得到。一礼拜来2遍来台中，暗时也要搁亲身受旗，用行动挺蔡其昌。外界询问是毋是对手罗秀燕伤强，蔡其昌是讲，总统相信台中真有机会胜选，所以会搁较接来台中。伊嘛批评现任市长罗秀燕伊的建设，大家无啥感觉。4年来都跟中央处在敌对紧张的状况，那他也不积极去跟中央沟通，去要预算。我想他也没有心，这4年来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当然台中的建设会缓慢嘛。开箱发大会市长罗秀燕是坐轮椅入去市政府主持会议，面对外界询问，表示上班时间无要讲选举，啊，不过伫会议中强调，市政府的政策要互市民有感觉。所以民众的反应才是我们真正施政的目标。那比如做了半天，民众不领情，甚至反感的话，那个预算都浪费掉。会议主持线，罗秀燕坚持要用行的走行程，选举脚步愈来愈晚近，除了拼政绩有感觉，嘛要证明家己会当互市民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已经超过半年了。这罗西亚总统普廷25签署一项法令，要求增加兵力10%，大约是增加137000人。那对于民间找人来做兵，连伫咧加价的收容人也爱掠去充军。也因为即马这战争也未停落来，罗西亚国会机构就警告西方国家，千万唔通再提供予乌克兰重型武器。俄国战争继续发展，为着补充伫战场损失的兵力，扩大军队规模，俄国总统普廷25签落一个法令，要求增加10%的军人，差不多137000人，即嘛予俄国军人的人数为差不多101万人，增加到115万人。另外，阁有将近90万的文职军人。BBC 指出，除了向民间募兵以外，这个征召计划嘛向着各国的受刑人用自由甲金钱做条件，毋望伫加入的犯人卖当去前线战争。各国征召令会伫2023年元旦开始，不过目前民间对参战的意愿无悬。另外，对欧美国家一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甲武器，造成战争拖沓到半冬遮尔久。俄国国会的执政党代表25嘛警告西方国家，毋通阁提供乌克兰有杀伤性的重型武器，因为这武器若造成民众的死伤，更加引发暂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危机。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соучастника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я попросил добавить слово и пособник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Уголовным кодексом пособники террорис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те, кто поставляет оружие и средства для убийства людей. 美国军伫乌克兰独立纪念日迄一天，攻击东南部的城镇查普林的车头，或死亡人数增加到25个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Бабахнуло тут, мы начали доставать хлопця, открывать, снимать все, забирать. И тут на тобі, прилітає второй прильот, починає гореть. Вони ударили повністю по ЖД дорогі, по нашій ЖД дорогі. 乌克兰认为俄军的攻击是针对民众的客家区，也毋过俄国表示是为着要毁掉向顿巴斯地区运送武器的军用列车。另外，俄国阁攻击乌克兰伫波塔瓦、加涅普罗州的空军基地，毁掉8架俄军战机，这嘛是乌克兰空军伫过去几礼拜以来损失上严重的一届。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
战争到今已经超过半年了。虽然这罗西亚总统普京对西方的经济制裁有关是老神在在，甚至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有史以来上低。不过讲到这制裁效应也开始要减价了，其中是以这汽车业影响上济。在罗西亚的这个上大的汽车制造商伏尔加就27个员工表示，因对3月开始就直咧放无薪假，而且一个月公司佮甲员工洗头路，爱引起找别的头家。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удар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выдерживает весьма достойно. 俄国入侵乌克兰了后，总统普京嘴巴放话，唔惊西方经济制裁，不过一般变时感受是真无共款。У людей нет понимания, будет у них работа, или они будут также, грубо говоря, траву красить. 巴蒂俄国上大汽车制造厂伏尔加工作员工指出，战争爆发了后，公司就面临供应欠缺的困境，也失去法国合作伙伴雷诺。虽然伏尔加到即阵无甲旗下42000名员工内底任何一个人解辞掉，也不过伊服务的工厂，多数员工3月开始就被逼来休这个无薪假。Да, конечно, другие заводы большие, но наработк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на автозаводе, все равно это пришел, тебе раз зарплату подняли, 2 зарплаты подняли, а у нас ни разрядов, ничего, на новое место работы придем, кто мы, никто. Мы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теряем деньги. Вот. Ну и да, и без работы тоже люди боятся остаться. 伏尔加一个月更加对部分的员工发遣送费，爱另外找头路。随上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了后，俄国多数的外国车厂，包含福斯、Volvo、30这车商，拢暂停伫俄国业务，并且甲当地员工改辞掉，造成产量大减。今年顶半年，俄国小客车产量甲去年同期来相比，下降超过60%。根据政府统计，俄罗斯到7月底已经有超过23万名劳工正伫放无薪假，也是工时来减少。不过官方并无把这个被变相减薪的劳工改列入失业的人口。莫斯科当局只是强调，当地6月份失业率只有3.9%，创下历史新低。公视新闻齐婉玲报道。在咧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加塞尔维亚，最近佫因为这换身份证明甲车牌问题引起关系紧张。双方顶礼拜会谈了后，是讲了无啥欢喜。美国甲后边的特使2国会亲身去到贝尔格勒来想办法化解纠纷。美国甲欧盟的特使2国前往贝尔格勒、普利斯提纳甲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以及科索沃政府高层会谈，希望化解双方的不安甲冲突。上新的引爆点是科索沃政府要求国内北部5万有塞尔维亚车牌会使的居民，2个月内换做科索沃牌照，引起因的不满。组织大型卡车、运油车这大型车辆，封锁前往塞尔维亚的出入境关口。武契奇嘛警告，除非迫害情形结束，安尼无伫科索沃机构工作的少数赛役会离开工作岗位。武契奇伫甲欧美特使会谈了后，伫社区媒体对全国的人民发表谈话，表示会尽力做甲和平甲稳定，不过原来未对国家利益做出任何的让步。Well, the good options are the options that preserve peace and the normal atmosphere on the ground. So these are the good missions. It's not about winners and losers. It's really about the people who live here.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we heard the concerns of the mayors, and our mission continues in Belgrad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make a statement from Belgrade later today or tomorrow. So thank you very much. 美国甲大部分欧盟国家承认科索沃独立的事实，不过俄罗斯甲中国是偏向支持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一个省的主张。伫目前乌克兰战争一寡无确定的因素，这场车牌纠纷所引起的族群紧张关系，加深外界对巴尔干局势不安的烦恼。所以北约维和部队已经伫科索沃北部加派兵力。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缅甸军方伫5年前屠杀罗兴亚族人，有超过100万人逃亡去到孟加拉。昨伫当地举办一个纪念活动，希望国际社会来重视，伊也希望讲有安全和相关的保障，互因离开难民营，重新回到缅甸生活。
大镇罗兴亚人民大声喊口号、手提抗议标语，点原声种族灭绝袂使阁发生。阮是缅甸人，阮是罗兴亚人。伫罗兴亚屠杀满5周年的日子，这阵生活伫孟加拉难民营的罗兴亚人，希望会当返去缅甸的若开邦生活。无论是留伫若开邦的罗兴亚人，也是走去孟加拉住伫难民营，生活条件拢差不多。毋但自由受到限制，囡仔无法度受教育，医疗资源佫欠缺，佫爱烦恼去武装士兵攻击。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7年前，缅甸国内差不多有130万罗兴亚人，即马敢若剩活近60万人，大部分拢走去孟加拉。按过真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罗兴亚人煞慢慢啊消失。আসিতে 5 বছর হয়ে আর ক্যাম্পের মধ্যে রিফিউজি তাই তো স্যার আর এখন বর্মা যাইতে হয়েছে যাইলে আর জানর মালর হেফাজতর আর গ্যারান্টি দেওয়া পড়ব。那缅甸军政府也搁伫掌权，罗兴亚人伫缅甸的困境都无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当透过制裁加武器禁运，避免军政府搁攻害罗兴亚人。国际刑事法院也当伫调查缅甸领导阶层对罗兴亚人所犯的种族灭绝的罪行。公视新闻田伟仁编译。NASA 伫进前有公布一段34秒的声音，是离地球超过2亿光年以外应星座星系团内面的乌洞的声音。那照理来讲，伫咧外太空这环境是无空气，无法度听到声音的。不过，这个乌洞会有声音，是因为这个应星座星系团有真侪气体甲压力波，佮再经过 NASA 的处理，咱才会当听到。听起来奇奇有一寡空空的声音，这是离地球2亿光年以外应星座星系团中乌洞的声音。NASA 进前伫社群平台发布一段音讯，引发广泛的讨论。如果要听声音的话，是要有空气当介质。这个黑洞因为它的引力很大，它造成它附近的一些气体的一个压力波，所以这种压力波就会产生那一些气体的这一种波动，被黑洞加热过了这一种那个空气的波动，然后去把它转换成声音。英国剑桥大学团队发现，这个乌洞发出来声音比更近键盘的中央时加57个倍度，所以讲调悬正做人类会用听到频率照这段的档案。而且实际上，这种声音化的方式也捌用伫人类头一摆翕到乌洞的影像的 M87 乌洞。前左 X 光太空望远镜跟哈勃太空望远镜还有一个4毫米波地面的一个无线电波望远镜，同时去呈现出这个 M87在高音、中音跟低音的一个声音。广大的宇宙也有真侪未解谜题，也是科学家一直伫探索领域。进前微博太空望远镜才翕到目前的南北极光。极地沙漠也有名的大红斑周围的小风暴，所以美国 NASA 重新启动月球的探索计划，有新的进度。We're going to stress it and test it. 2025, we land humans aga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half century, and one of those humans is the first woman and the next man. 伫1970年阿波罗17号了后，已经半世纪拢无人类登上月球，所以讲这摆发射真受到各界关心甲注意。阿提米斯1号有定8月底升空，会是一项无人飞行的任务。若是成功完成测试，后续就再进行载人坐月球的任务。目标是2025年人类会使搁再来登上月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暗头仔北部有落大雨，不过基隆的新山水库的水却是无变质，减水量只有剩39.5%。自来水公司第1区管理处表示，若果无落雨，可能就要轮流用水轮水口，还有基隆民众爱做回来省水。根据上届新的统计，今年7月降水量已经减少6成咯，是这15年来降9月上届低纪录。日头是真美，基隆的新山水库位顶悬看落，石头是规个看现现。日落的水位是71.85公尺，减水量敢若剩39.5%，剩无4成，水情是真红。
目前还未全面减压供水，不过若是阁唔落雨，当地建议敢是要照英国例，实施用水5天停2天，或者是用水2天停2天的措施。已经有分区公司的计划呈报给我们上级机关，呼吁大家共体时间，那节约用水。管理处表示，当地评估为上溪搁较水头的所在来引水，另外针对地势较悬的社区，已经有了35架水车伫台面，伫需要的时阵会送水。遐若宜兰自本是真接落雨，不过最近这2个月雨落真少，7月份敢若落11米哩，创下15年来的新高。清明迄当阵种的3星仓，因为欠水拢冷气，芦笋估计破亿。持续一直干旱嘛，温度又高，那个甜菜叶的量就很大。确定损害率到达1,100就做门槛，现场看起来损害率大概是31.7%。这个热人的温度是真悬，而且阁无风台，甲水库补一寡水。主计处国情统计通报显示，7月份平均的温度比去年增加0.3度，7月平均的降雨量敢若有83米哩，比去年减63.9%，是民国97年以来，也就是15年来共一个月的新高。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6,409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16人，死亡个案有45个。另外也增加3个囡仔未实施。也来讲到民众上界关心的，就是当时会当开放边境。指挥官王必胜强调，BA.5疫情上界严重的时阵，应该是9月中到月底，上紧10月才有机会把这边境搁再放凉。新冠本土疫情持续传开，26礼拜5新增加26,409例本土病例，全台湾以新北市病例5000多例上济，中重症有116例，死亡45例。重症个案内底新增加3例儿童未实施，复甲再拢治疗好出院，其中有一个2岁查某囡仔，第5月确诊了后96天才出现未实施的症头，这是国内人上久的记录。目前是累积有187例的儿童重症，其中Miss C 就占了115位。那这个整个年龄层的分布呢，仍然是以5岁以下的小朋友居多，占2/3。因为全球边境都放凉，交通部观光局已经将出入境指引计划送到指挥中心，为了考虑防疫量能，会先开放外国观光团入境，再搁开放咱国团客出境。而且调查显示，日本旅客正想要来台湾佚佗。2019年大概前10大的一些主力的市场，比如说像日韩、东南亚新南向国家等等，他们都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意愿了。如果连续2周甚至连续3周，它的这个确诊人数都是向下的，那我们就可以比较确认它的这个趋势是向下。那到那个时间点，应该估计应该是在10月。王必胜是讲，也是以稳健开放的方式，一步一步放凉出入境规定。未来会优先调整3+4检疫天数，再搁调悬每礼拜入境人数，再来开放部分外国团客，最后才是放凉0+7的检疫天数。但是咱国新冠肺炎整体致死率已经降低，为进前的18%人降到17%人。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伫疫情期间发生好心肝诊所、好心医疗集团用特权大生主疫苗案件，北检调查了后，认定好心肝诊所的相关人员无犯罪嫌疑情节。不过，这个检方认定讲，这好心集团的营运长林书宏，并知影集团有2间诊所，计共65人，不是大生主疫苗对象，说是指示这人员做假资料传到系统，依照规则文书罪该起诉。去年5、6月新冠疫情真严重，验过疫苗无够，规定第1到第3类注册人员才会注射。不过，特市好心肝诊所其实爆出上千人偷偷去做 AZ 疫苗事件。当时被涉及特权的艺人、有名的人，拢出面下实的。好心肝负责人柯金川为此遭到检调约谈。台北市长关文铁、副市长黄珊珊也被告涉嫌盗理。经过1年外侦查，认为犯罪嫌疑不足，相关被告全部以他立案签结。另外，看下日起，这特权疫苗案件也有好心医疗集团。林姓被告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涉犯刑法刑事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嫌以及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好心医疗集团去年6月为非优先注射对象来注射疫苗，已经向台北市府还230万块，并且将之疫苗合约的诊所的资格。今年8月26日，北检起诉书指出，
保险集团营运长林书宏指示旗下2间诊所协助立委顾嘉如前男朋友林炳初42名亲戚朋友非优先注射对象来注射新冠疫苗，结果把不实的资料上传到系统，北检以假造文书罪来起诉林书宏。听起来是觉得有点奇怪啦，再看看怎么跟律师研究来做攻防。因为我们打谁传谁啊，没有任何伪造文书的这个内容，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认定的意义的标准是何在。另外，涉案的林炳书，北检表示，因为无具有艺术人员的身份，无构成间接的正犯，该涉案的部分清洁。外界这期保险集团经由关系摕到85罐的疫苗，是顾嘉如向台北市卫生局施加压力，检方认定顾嘉如只是对选民的服务无涉犯罪。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路德的美福仓库今年3月发生火灾，迄当时民众就爱骗超过40天的臭味。美福大福公害自救会就批评，地本田市长答应要予受灾户赔偿出来跳票，换做1000万的敦亲睦邻方案。自救会表示会提起侵害居住安宁权的民事集体诉讼。今年3月，桃园路德美福仓库发生大火，附近的居民无辜受害，忍受臭味超过40天。美福大火公害自救会抗议讲，美福仓库前到大拢无公开会室的以外，市府嘛无认定这届火会是公害事故。我们现在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相，到底为什么火烧那么久，为什么会臭那么久？不要再有下一次，然后每个人都应该要得到更合理的赔偿。我们要求的是，他能够重视公安，以后不要再发生。自救会批评讲，市长郑文灿答应讲，要予受灾户的赔偿跳票，尾也竟然变做1000万敦亲睦邻的方案。自救会表示，为即时开始会向灾民征求委托书，2个月了后会提侵害居住安宁权的民事集体诉讼，向美福仓库公司来讨赔偿。集体诉讼讨公道。具体求偿的金额是每个人新台币12000块。在居住安宁权的部分，台湾司法的重视度越来越高。慰抚金的部分由法院来酌定的话，赔偿的这个结果应该不会这么困难。针对议员提出美福仓库去互重罚600万，到当时1仙都还未纳的代志，环保局表示，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罚100万的部分已经纳清，也若违反空污法500万的部分是有申请分期纳，目前已经纳80万起啊。也若美福仓库公司回应讲，一切依法来处理。这届火灾并不是人为的疏失，已经提出上大的诚意，提拨1000万的慰问金。针对火灾造成居民生活影响，是感觉真实的。也若集体诉讼的部分，嘛会尊重自救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大安妈祖园区只有起一个底座，这妈祖的雕像要等到2024年才能完成。不过，这个园区即摆也开始伫咧派路，更近走出来，内部空间的冷气甲变速拢各样，引起民众批评。敢若轻轻啊摸一个栏杆现出来，更紧，就敢若粉共款落落来。这是台中市大安妈祖园区市府开6月来起底座，妈祖的雕像还未到，但是硬体和环境拢已经出现问题。边啊钻草，之前大安体育会是借1楼来办乒乓比赛，结果冷气故障，变速嘛未通，互民众真正是足失望的。啊！你即马创迄个，敢若拢无半项咧，敢若迄个做好了尔。紧改善的。啊，补强的，现在要紧做起来。啊，无等下3年后，敢若咱咧厝咧，愈无人住，愈快歹。真难讲，大甲妈祖祖传是对大安港起来的。当地民众希望伫愈来愈无人的渔港附近来起大安妈祖园区的雕像，互地方历史会当传承，观光嘛会较兴。但是大安妈祖园区已经经过3届市长，有足侪争议，即马基座维护嘛出问题。管理局讲已经通知体育会较紧修理，主办方需要所在嘛招引，但是无收电费。测间数不敷使用部分已派员检视。预计于本周末可增加间数以供使用。关旅局将持续做好环境维管，采开放活化空间的态度，欢迎地方或社团机关借用。市府讲，即摆已经派3个驻点的人员伫园区负责维护环境，变速和冷气嘛会较紧修理，嘛增加几6间变速。即摆已经有民间的企业要关妈祖雕像，估计2024年会当完成。目前嘛开504万，规划要伫园区广场设2件公共艺术品，希望互大安的观光会当阁起来。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台东县政府的统计，县内会当翕证件相片的翕相馆只有23间，一半以上拢伫咧台东市区，甚至有一寡乡镇连一间拢无。不过今年有社区影音记录中心来提供弱势乡亲免费翕证件相片服务。这毋是翕相馆，但是该有的闪光灯和背景板设备拢和一般的翕相馆差不多。很帅哦。这是鹿野乡瑞和社区影音记录中心提供的翕证件相片的服务。因为鹿野乡无翕相馆，拄好有社区的少年人会晓翕相，为着让乡民会当办证件较方便，而且公共的空间会当做公共的使用。这个月推出免费替全乡的老人和心障者翕证件相片的服务。一般的民众嘛，干那收市价半价的钱尔，让乡民唔免各走去隔壁店，也是市区才会当翕，安尼要办证件嘛，更较方便。要拍照花多久时间呢？大概要来回要大概30分钟。到哪里啊？关山鹿野这边哦，几乎是没有照相馆。那我就想说跟理事长讨论哦，因为我们本身家里就有自己的器材，但是就是没有空间。瑞和社区影音中心讲，一般的民众袂定定来翕证件的相片，但是需要用到相片的时阵，那只近就会当翕，大家嘛会感觉真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好。咱来看台中荣总有设一个全国上大规模的远距离照护中心，今日正式启用，会整合中照远距离医疗和人工智慧，协助这偏乡医疗单位进行医疗的评估。护理师透过电脑对远在婚姻的长者来评估身体的状况，透过远距的方式对着患者来进行会诊评估后续的医疗，渐渐成为保障偏乡医疗资源的方式。伫台中荣总，更加将远距医疗系统化来整合，成立全国上大规模的远距照护中心。紧急医疗或者肠道机构的医疗，或者因为受限于地区偏远地区的一些无法到医院来就诊的一个病人，我们都可以参与这样远距的一个照护。结合长照甲数位化资讯，以及人工智慧甲大数据等数位化的资料，那提供及时的分析，嘛甲相对偏乡的医疗体系来合作，提供出院了后的健康监测、慢性病照护，以及给动症的转送相关的医疗评估，甚至透过个人的健康监控、及时回传参数来了解健康的状况，更加会使减少偏乡地区转诊或者是评估的时间甲资源。如果没有远距医疗，他要怎么看病？他到了卫生所，到了地区的诊所，当那个医生说哦，我不是这个领域专家了，他就只能够转诊。那转诊要么就到南投，那在南投没有任何一家医学中心，他就只能跑到彰化跟台中。分院这边的医师或者护理师来执行那我想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转院。本地民众表示，在地机构会使透过远距，只是对着患者来进行医疗必要处置，来争取黄金时间以及省下医疗成本。而台中民众表示，偏乡地区开始冇所谓落差问题，那就会尽力来简化系统以及流程来克服。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文化部鼓励台湾少年的艺术家，这已经是第15年了。官民会也加入这个计划，再去公布今年度入选艺术家，望提供这少年艺术家更较侪舞台通好发挥，也会当互外界看到因的作品。甲河川水准这空间声音经由听色转化，搭配视觉影像的变动，创造沉浸式的艺术感受。用曾文溪流域的声音去做采集，声音视觉化的方式，把一些声响去进行这种视觉同步的一个调整。体验作品完以后，它可以有一些感觉是，也许是回到那个自然。科技甲艺术的跨领域结合，让创作者变做今年度 MIT 艺术家。不过艺术唔那干那以科技潮流来表现，传统的水墨甲加彩结合，同款精彩。我很喜欢这个媒材，因为它跟其他媒材相比，它有一种幽暗感，像日本的胶彩，然后或是水墨，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混合着用。视觉上可能不会那么强，但是在整个展场里面应该是很特别的。文化部办理 MIT 新人推荐专区，今年是第15届，到今嘛培养120个新艺术家。原民会为109年开始，共同举行原住民艺术专区，其中创作者、高敏修、甲动物、食物、环境信仰这元素，全部参入于作品内底。
虽然说会有一些具有标签在身上，各种元素穿插、重叠、混合的感觉，来讨论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种。对于原住民族群是有非常多种不一样的样貌。谁是各类中的翘楚？其实还是希望借由我们的能耐，将他们带入市场。文化部甲画廊协会合作，结合专业的画廊，协助处理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的参展者工作，希望会当互更较侪少年艺术家有表现的机会，进入艺术市场，也当打造台湾艺术的明日名星。记者综合报道。新德县6月举办海洋清净沙坡活动，这一天差不多就捡到500公斤的海洋废弃物。有艺术家经过2个月创作，把这本色变成是艺术品，也要来提醒大家，就要做伙来珍惜海洋。鱼仔身躯是竹啊、沙啊、甲水管，目睭是塑胶盘啊。这些材料原底拢是对海边捡回来的本色，除了艺术家的创作。还有 DIY 课程，希望大家在创作的过程体会本色乌白蛋会对海洋造成严重的污染。利用这个海废来做手机架，然后还有做这个风铃。可是因为它我还没有把它着色好啦，不然的话着色好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美丽一点。最多的就是保特瓶就是说我希望我们的民众在家庭上就在源头上就把它分类好不要让它让风吹动或漂流，或是随意抛弃。台北市公所甲月举办净滩活动，参加民众当天就捡到差不多500公斤的海洋废弃物，随后透过艺术家把这个本色提来创作。目前作品等于台北市的海岸又落重新展出，希望提醒民众重视海洋本色的问题，改变生活习惯，做好本色分类，也减少使用一摆性的塑胶用品。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市最近每一年拢会举办有事青年节的活动，让少年朋友会当找议题，展现家己的想法。今年是第3届，佮再邀请中南部社会行动团体做伙成立平台整合资源，到牵线一寡有想法的少年朋友，帮助因用行动来解决问题。来自中南部35个社会行动团队，甲全国17间学校，家己33个青年团队，做伙伫家己市举办行动团队成果博览会，希望展现少年人对社会参与的行动成果。那我们就是有进行规划，说我们未来要投入什么样的社区，那找到什么样的问题，提供长辈什么样的协助。我们有发现，在地嘉义人有非常多人其实有在从事创作，可是大家不太知道，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把他们的作品从幕后制作，然后搬到可以让更多民众知道。家己市这届有事青年节，唔但邀请前2届团队分享目前当咧做的代志，鼓吹社会行动团队成立平台，协助少年团队议题执行。有学校就讲，这是学生学习社会参与的好机会。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好，那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内容，能够展现我们青年人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关注，还有未来的想象。你要在社会做解决问题发挥影响力，这个对多数的家长或是学生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理解。那反而到第3届，我们看到学校的响应也越来越多，像今天几乎各个高中职的校长，还有我们中正、嘉大的代表其实都有来。今年的议题有文化、宗教、族群、教育等方向。市政府表示，议题跨度甲深度拢有增加，阁有专业团队的辅导，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培养少年人更加关心社会，阁用实际行动来解决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真侪学校拢有饲狗仔叫做校犬，动保团体也举办优良校犬的选拔。今年有5间学校的校犬入选，真侪老师学生拢认为，这校犬唔但是一种生命教育，也互大家工欢喜来找这校犬佚佗。农委会今年头一届提供校犬医疗补贴，一间学校上济有3万块。细心照顾着狗仔，5个国小6年的左品瑞是负责照顾校犬旺财的寄养家庭小主人，带来立法院参加颁奖典礼。除了安达，佮一直替经理服装。旺财是非法养殖场救出来，后来变成校犬。伊讲替伊清白下背有一点仔忝，但为身上学到真多。我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去找他。其实刚刚你觉得他会安慰你吗？会。狗狗教我就是你养了以
以后你就要负责，就是你就是过去到现在可乐一定要好好照顾它。这只温顺的拉布拉多是气毒犬体系的 Angel， 伊毋那是大直高中的校犬，更加担任课程的小助教。学校甲校犬融入课程设计，提升学生的动保意识。各学生因为伊来拍开心门，克服唔敢去学校的惊吓。我们赋予他一个任务来照顾狗狗，所以他变成说，慢慢的不再拒学，会自己强迫2天3天来学校照顾狗狗，然后慢慢的喜欢上学的这件事。动保行政监督联盟甲世界爱犬联盟共同举办校园犬优秀学校选拔，今年5校入选。调查嘛发现，超过80%的老师甲学生认同学校来饲猫仔狗仔。为着要鼓励学校来饲，教育部当年补助学校相关性命教育的经费5万块。农委会今年嘛加入补助医疗费用，一只1万，达校相关3万块。记者们曾志成台北报道。为着要了解这气候变迁对马尔地夫造成的冲击，研究团队正在进行一项计划，会落去1,000公尺深的海底找找海底生态，希望有一寡线索会当帮助当地规划保护区，制定相关政策，降低气候暖化威胁。真清的海水被灼灼的沙坡围伫印度洋的马尔地夫群岛，被称作是上帝留伫印度洋的一粒珍珠。伊是一个真浪漫、美国旅行的好所在，也适合放松来度假。算各种水上活动，也阁受到全球气候暖化、海水温度上升的冲击。马尔地夫水叶山乌达已经出现严重白化现象。当局最近甲英国的研究团队来合作，希望深入探究海底生态，为对抗气候变迁做准备。On board our vessel, we have 2 submersibles, 2 of the most advanced human-occupied vehicles in the world that can go down to 1,000 meters. 研究人员讲，马尔地夫30公尺深以内海域已经知影有几若千种的海洋的生物，不过大家对着30公尺以下的水域所知影意愿有限，因会派遣先进的探水器到深1000公尺的海底去探索，并且利用先进的设备来记录。另外，这项海底探索任务会甲在地生物学家来合作，因首先来掀开海底神秘的面纱。We're trying to look at what lives on the seabed, what fish are near the seabed, what are th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that create the habitats where these creatures live. 马尔地夫陆地平均的悬度，敢若比海平面悬出1.5公尺。气候变迁，毋但可能让珍珠失去应该有的光彩，甚至可能带来多数沉落去消失的飞机。研究团队希望这摆35天的海底探勘，对着更加了解当地海洋的生态有帮助，并且协助马尔地夫制定保育计划，并且划定保护区，甲暖化威胁降到上低。国际新闻暂回并编译。明仔载天气稍微失败，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5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